2日前，一位曾經接受邵子峰非法 MDMA 療程嘅證人，親身上網台做證，詳盡披露邵子峰由點樣誘導佢返香港，到之後整個治療過程嘅細節。據悉，證人無名氏原本係網台泰國油麻地嘅聽眾，繼而接觸邵子峰成立嘅改變同學會。之後佢因為個人情緒問題，私下向邵子峰求助。傾談數小時之後，邵子峰開始向無名氏介紹 MDMA 療程，並叫佢先去睇 Netflix 紀錄片《改變你的心智》嘅第3集。所以我係冇任何對 MDMA 嘅經驗，同係完全唔知咩叫 MDMA。如果你話同我講作為一個大人知唔知咩叫揈頭丸，我知，但係我唔知 MDMA 等於揈頭丸，我係完全唔識。跟住就俾咗條片我睇啦。Netflix 嘅片佢就話我無知啦，咁我就聽咗話有啲國家已經認同咗 MDMA 噶啦。咁我當其時嘅想法就係人哋統稱叫做揈頭啫，咁但係原來已經有 Netflix 嘅片或者有一個學名叫做 MDMA， 咁原來更加自然係叫做安非他命添。安非他命我知係乜，仲更加大鑊啲添。咁但係我係後期先知嘅。咁當我知道咗之後，佢睇完片啦。咁但係當其時我自己嘅情緒又好，我自己嘅狀態都好，我只能夠睇完片，淨係覺得自己可以死馬當活馬醫嘅心態，亦都冇顧慮到當其時自己會唔會受傷害，自己會唔會會有啲咩後果。我嗰陣時當其時嘅我冇顧慮到任何嘢，我淨係問咗一個問題：會唔會上癮？佢話唔會。跟住，我諗你哋睇片都知道，我當其時我係唔喺香港嘅，我喺其他地方嘅，所以先會喺對話當中衍生出嚟，就係話叫我一定要返香港接受治療，因為當其時就係我人唔喺香港，而佢嗰種叫做幫我要接受治療嘅東西呢，就一定要面對面，先會有呢個動作行為出到嚟，所以先衍生到有個 WhatsApp 對話叫我返香港。跟住因為佢知道我係冇掂過呢啲咁嘢嗰陣時，佢就同我講嘅話：嗱，你知好啦，呢樣嘢咧喺香港係唔合法嘅，所以你唔可以周圍講嘅。咁當其時嘅我梗係 say yes 啦，如果唔係有之後嘅嘢發生啦。無名氏就係之前有錄音流出，被邵子峰誘導返香港接受 MDMA 療程嘅當事人。佢喺1個月之後返咗香港，同邵子峰約時間見面做療程。所謂嘅 M trip 嘅經驗，就係約完佢之後，佢約咗我1個禮拜後，咁就因為我返香港，我係住酒店。之前佢有問過我，你住喺邊㗎？係咪 private 嘅地方，會唔會有好多人一齊住啊？有冇屋企人啊？佢有問過呢啲問題嘅。咁我就話我翻嚟香港，我會揀住酒店，因為有其他嘢處理。咁佢就話OK，咁更好啦。咁到當日約咗下晝1點鐘，因為我知道，因為之前事前已經提醒過我，就係10個鐘頭前唔好食嘢，盡量就係飲水。跟住咁，當然我係真係聽佢話冇食過任何嘢啦。咁成個過程佢話要5-6個鐘頭。喺當日，佢哋首先係酒店大堂見面，然後到房間做療程。好，上到去之後呢，佢就打開個袋，喺一包 Tempo 紙巾入邊包住一粒藥丸，然之後就叫我掹開嗰個殼，直接拋入口。佢當其時好似講話，咪叫你放喺脷底，佢咪叫你放喺脷底啊？係啦，佢好似講話大概15至10分鐘，我唔係記得啦。總之佢話好咁樣，即係冇咗膠囊嘅重點就係上腦快啲入血，快啲上腦。咁我咪照做啦。然之後就開始播啲好 New Age 嘅音樂，跟住同我傾偈，去討論我嘅情緒問題嘅來源，喺度同我傾點樣去解決我嘅問題。咁討論啲乜嘢？我諗呢一刻我都冇人想聽噶啦，因為嗰個係我嘅問題嚟嘅啫。
咁去到大概 around 45分鐘至1個鐘頭到，我個人已經好暈好飄，但係我清醒嘅，但係我就好似甩咗 focus 咁樣咯，成個人未至於去到語無倫次，但係好似唔知自己去咗邊咁。我望嘢咧係好似甩色咁樣嘅，眼前一個人樣，我可以見到 RGB 3隻色。如果有 design 嘅朋友就會知道 RGB 係咩一回事啦，即係紅色、綠色、藍色，分咗3個畫面望住一個人咁樣。跟住繼續同我傾偈，解決我嘅情緒問題啦。咁話分兩頭，當其時佢同我講嘅説話，for 解決情緒問題嘅言語對話咧，當其時係對我有幫助嘅，係有啲係 release 到自己當時嘅情緒嘅。呢樣嘢亦都係一個事實，我唔會否認當時嘅我情緒，我係接受咗佢嘅言語對話嘅。但係去到大概2個零鐘頭之後，我就已經衝咗入廁所嘔第一次啦。咁我因為冇食過嘢，我冇嘢好嘔嘅，我就係嘔白泡啫，嘔即係黃膽水啦。嘔咗一陣出嚟，成個人軟賴賴，出汗，坐低再傾偈。佢又問啦：咁你而家覺得點啊？你心態有冇咩改變啊？或者你點樣可以再諗自己，令自己更好啲，變得更好啊？愛自己多啲咯，愛人哋多啲咯，類似相當嘅説話啦。咁一路都傾偈，咁隔咗又再半個鐘頭到，我又嘔第二次。我諗成個過程由1點鐘到6點零鐘左右啦，我嘔咗4至5次到啦。去到第5個鐘頭打後，其實慢慢開始散啦啲藥，已經開始清醒翻，但係個人係好攰嘅。咁當然佢對我冇任何攻擊性嘅行為出現過嘅，有冇拍我片？我覺得冇。之後網台客席主持問無名氏點解錄音入面會聽到邵子峰叫佢唔好俾錢佢住。咁所以我就問咗個問題，就係我點樣俾錢？因為我係文字打嘅，跟住佢就話，佢就覆我嗰句説話啦。然之後咁去到當日成個 trip 完咗啦，咁我咪喺人包攞1000蚊俾佢咯。無名氏表示自己係療程當中所聽到嘅安慰説話感到舒壓，但覺得療程後對佢實際問題幫助不大，而佢更加對整個療程產生恐懼，唔想繼續第2次療程。我首先我冇選擇去食第2次，因為我係有啲驚嘅。係，我係驚，因為我人生40幾歲，我真係未試過嗰種狀態。飲醉酒我多，我需要靠飲酒去瞓覺嗰啲人嚟嘅。但係我真係驚咗嗰種好飄嘅狀態，同埋個飄到係我唔知去咗邊嘅。即係飲醉酒就永遠都係 ring 嘅啫。咁但係我係唔中意嗰種飄嘅狀態。當客席女主持問無名氏邵子峰喺療程後有冇認真跟進佢嘅狀況，佢表示冇。無論係心理定生理上嘅問題，邵子峰都從未作出任何跟進。之後女主持再追問，認為邊一方面最具說服力，令佢接受呢個非法 MDMA 療程。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當然係一條 Netflix 嘅片係最具說服性。如果單靠佢其他人，即係佢 send 過嚟，其他人食完個 trip 後感嗰啲，我真係覺得有點兒天馬行空嘅。我相信佢真係喺個自己部電話度撳出嚟嘅啫。即係佢最主要就係俾 Netflix 片我睇，然之後佢連隨就已經話啊，我有好多我幫過佢嘅人嗰啲係啦，我幫過佢嘅人，我有好多 comment 嘅，我而家 send 晒俾你。喺節目訪問尾聲，無名氏深切覺悟，認為邵子峰罔顧人命、冒牌行醫嘅做法非常危險，令佢感到好氣憤。佢冇了解過我嘅身體狀況，而就已經向我去 sell 呢樣嘢 and then 我又笨柒咗，又食咗，好在我死唔去咁解嘅啫。好多隱疾係其實唔得嘅，但係佢作為一個
佢以為自己係一個醫學人員或者幫助人嘅人，但係你提供一個藥物俾人嗰陣時，你有冇話俾人聽你有冇乜嘢藥物係會敏感嘅呢？冇咯。喺度補充一句，進行 MDMA 療程期間，如果病人出現大量出汗、嘔吐或者心跳同血壓不穩，隨時有機會引發心臟病、嚴重脫水，甚至腎功能障礙或抽搐。但邵子峰完全冇任何醫學專業知識，一旦療程中出現突發情況，佢根本無法應對。為咗自己斷窮筋，專門針對心靈脆弱嘅情緒病患者下手，行為極其可恥。而到咗而家，邵子峰依然迴避以下呢段對話錄音。你放心啦，我對呢件事嘅經驗係全個亞洲最豐富嘅，我係最知道 MDMA 療程係做到啲咩嘅人喺亞洲，所以只要你翻嚟香港，只要你有機會翻嚟，然之後約時間，我寫包單，我一定幫你搞得掂。唔好嘅話唔收錢就得，因為你都知啦，如果我要呃你嘅話，我最多呃你1000蚊嘅。不過唔緊要，唔好嘅話，直頭係唔需要收。你過數俾我都冇用噶，要同你做療程啊嘛，要見面噶，你要翻香港噶。咁要提一提你，呢個療程喺香港係唔合法嘅，咁所以唔好周圍同人哋講。咁我喺19年開始就已經幫人哋做呢個療程，做咗580幾個人啦，去到今天。喺咁多年嚟，我只有2個嘅冇進展嘅個案，唔係叫失敗嘅，即係冇乜進展咁樣。580幾個人得2個冇乜進展，咁你可想而知我成功率有幾高？我建議你為咗自己好，盡快安排翻嚟香港約我見面，然之後我幫你做療程。睇完呢個紀錄片，完全有唔明嘅，有咩 bias 嘅，有咩驚嘅，直接同我講，話俾我聽，問我問題，我乜都識得答你。